看冬天这么冷了，那春天呢已经立春以后了，还这么冷了，你看，在那种地方生活，真辛苦。古代修行人那么辛苦，求法心切，要走1个月去拜名师、五祖、弘忍大师，那就在厨房里做下贱的工作、打杂的工作、搬财运水的，装米呢，舂米的工作，精密的舂米的工作，很辛苦的。做了8个月左右，工作你看那个辛苦。后来得到禅宗6祖的主位，你看开悟跟学历也没有关系，不过跟累劫的修行一定会有关系，因为是地藏菩萨转世，所以还是要不断的努力修行，累积起来。禅宗6祖，这是一顿顿悟了，南顿北渐，北方神秀呢是属于渐修的，渐修就是要把心当作明镜台，身当作菩提树，要时时勤拂拭，莫使惹尘埃呀。有为的功夫啊，然后南方顿悟了，无为的功夫，顿悟功力到了，自然就开悟了。菩提本无树，明镜亦非台，本来无一物，何处惹尘埃呀？是很活泼玲珑的。这么冷了，你看，最低温你看个位数了，今天已经到1度了，高温才3度，你看这么冷了。到明天还有冰点0度呢，礼拜6还有。